安，李任文。目前日，听闻说各位今年大家有安哦。讲师午安。今日我暗节目上天主比做事丰足，师尊师傅就为老大人的大恩大德，加上咱和老前人的好大医生，咱前人点完书，苦心的栽培，用心的教育呢，所以呢，咱甲各有这处的机缘呢，来这种的培训呢，大家共参胜利哦。不可能这节课是较轻松，但这节课呢是着我解说呢，互我有准备这首歌来朝诸位前人来分享的。因为呢，过去呢有一个法国的哲学家呢，伊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伊讲咱呢应该呢每一天呢拢爱听一首歌，每一天呢拢爱读一首诗，每一天呢拢爱欣赏一幅画。若会使呢，每一天拢爱讲一寡合理的话。咱来去思考讲，为什么每一天拢爱听一首歌，爱欣赏一幅画？哦，其实迄拢是要互咱一个内心当中所去欣赏外口，嘛欣赏家己。哦，因为有当时啊呢。听一首歌，其实咱的歌的内容，若要以来咱拢听较古典的啦，毋是听像即摆社会一寡流行歌。哦，咱为着着呢，咱每一天拢爱听一首歌，就是讲，咱每一天如果会使，就是听一寡先锋甲咱写词的一寡道歌。即款道歌呢，拢是写着伫咱互咱会当去体会着人生，体会着修道的好处，体会着人生有生老病死的苦难。有当时啊，咱着以后咧听过，咱着有当时啊。袂讲比较讲讲师傅，今仔日甲咱规场讲甲遮精彩，咱无法度去全部拢会当家己来。但是如果咱会当捡一两句，会当来应用着咱的生活当中，那安尼咱就有价值啦。但是歌呢无共款，歌呢咱会使时常去听，时常去体会，因为这。歌是先阮的心声，当然嘛要互咱去会当去领悟体会的一首歌。如果咱若讲心情忧闷的时阵，还是心情无快乐的时阵，会听一寡道歌，咱迄个心就会较开朗，心就会较光明。哦，所以呢，互我有咱准备的一首歌来参诸位前人来的分享。这首歌叫做《一生照顾你》。这可以不用问题哦。树的心，因为你才有甜蜜的滋味；树的情，为将心，甲我这颗心滋味。多一心思照你用心，照顾你多为你保庇。多出入看就亲像美丽贵，一生的好相片，无人。
一生照顾你，希望原谅为师。照顾你，等甲你听会起，一句关心你，借情歌笑出嘴。祝愿你一生，互阮来照顾你，半山过岭思愿你。好，当然，毋是讲在我咧唱，只是在伊内底歌词的内容，咱如果若好好啊去甲体会，咱就会有感受。树的蕊因为你变成伤心强袂醉，树的心因为你才有甜蜜的滋味，树的情为掌声，甲阮吃苦心滋味，所以是树才我用心照顾你多年不易，多出手手，牵手陪你开，一生的好相片，互人会当袂离。一生照顾你，希望原谅为师所为。一生照顾你，希望原谅为师相逼。照顾你，等甲你听会起，一句关心你，借情歌笑出嘴。思愿你一生，互阮来照顾你，半山过岭思愿你。声音太唔大声。咱来介绍一下，这首歌师尊老大人是咧甲咱启示啥？讲树的蕊因为你变成伤心强变醉。咱当然，这首歌叫做一生只有你嘛，一生照顾你。其实，咱结婚，翁仔我就是要受照顾。咱有子女，嘛是对细汉咱照顾较大汉，对细汉咱栽培较大汉。等甲咱若有一家年岁较济啊咧，要互啥物人来甲咱照顾？咱想到的是有一个老婆会当来甲我照顾，想到身躯我的囝儿会当来甲我照顾，这是上佳幸福的。但是呢，为什么讲老师伊的目屎？就是因为咱伫遐咧流袂停，因为咱都毋知影阁有一个老师咧甲咱教咱照顾。咱求着倒以后，知影倒好，知影倒好，倒真理真听真，知影倒好，心倒好，求倒好。但是离开了运动以后，有当时啊，就啥物拢毋好啊。所以呢，有当时啊，其实互我的感受就是讲，当然咱听讲师来讲，当咱求着倒以后，咱的身躯边就是拢有护法神在甲咱照顾。有当时啊，甲咱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，咱拢毋知影。咱会当时有当时啊，讲听车找着跋倒。爬起来搬搬的好家在，咱拢会晓好家在，但是咱无去感受就讲，好家在我有遇到，有神父来甲我保庇，互我会当大事化小事。
因为我嘛是有感受着我一个学生，有参与高中参与同学呢，阮同学毋知载去对业，载去对业呢，要转来开车埔迄条小路转来，因同学呢徛学倒摆徛一个转无好去犁田，犁田呢就摔到摔着啦，因同学呢摔着毋知脚断去还手断，阮后生呢好加载，起来看讲吼，拢有安怎？迄互我会感受讲，真正有神在甲咱保庇。是。无迄白跳倒摆去，照你讲去互载着的，摔得较严重啦。但是伊爬起来看讲拢无安怎？迄互我嘛是真正感受讲，咱有当时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互先分甲咱照顾咱毋知影，足一摆。原来咱迄个春桂组长感受着较深春桂组长的感受着较深。若毋是政府来保庇的话，伊家己嘛想，伊嘛无可能遮尔有我。所以为什么老师会目屎，就是因为咱变甲遮尔伤心，因为咱拢袂去体会着讲。有一个人要甲咱关心，有一个人要甲咱照顾，但是呢，咱拢无爱回头，咱拢无爱回头，伊太伤心嘛。其实咱若好好做，老师才会伤心。就是咱拢无去体会着讲，咱有当时大家拢有做事大人像互我看在座，拢做人个是大人个囡仔若3更半暝厝里做暗转来，咱就离厝烦恼甲困袂去食袂落，困袂去，敢对？这应该是拢大家爸仔母爱的心情、心声嘛。只是要讲出来，迄后生拢讲袂体会袂出来啦。迄后生你若讲伊阴暗7、8点要出门你拢甲交代讲，你着较早转来呢。安尼无代志就较早转来啦，但是呢，伊讲到天光4、5点才转来。伊嘛会来讲，你较即马才转来，你毋是交代我较早转来，4、5点有早啦，4、5点有早。所以呢，有当时咱袂去体会着老师嘛是嘛讲，咱今仔日为着一代事因缘。来降生于这个世间，咱来入这个世间，难道干那讲食穿吃喝拉撒睡尔吗？毋是啦，其实咱每一个人都有负着了一代事因缘来降生于这个世间。无定定讲，你降生于这个家庭。你的责任就是甲这个家庭拢甲带来有道。咱莫先讲外口的朋友啦、亲情啦，咱干那讲咱家己厝里这家口就好啦。你的使命是毋是有法度甲你这家口照顾好势，拢甲带来有道，拢甲带来听道，这才是重点。你若阁有把你这个家庭照顾好势了，遮尔好，咱来保护咱的亲情咱来保护咱的朋友，道真正袂歹啦。而且讲师甲咱讲，道场是自我肯定的所在嘛是要互咱自我成就的所在啦。若无道场，你绝对袂当有成就阮菩萨的。咱莫先讲高位啦，咱来讲有一个自我的肯定啦。咱一个囡仔对国校甲送去国校读册，送去迄个国中读册，大汉，互伊去一间大学读册，
册，伊后囝仔是一个大学生，伊成就的就是一个大学生，甚至伊阁会当去读硕士啦，读博士啦。伊后界成就的上悬就是博士名啦。哦，但是咱爱甲回想倒转来讲，为什么咱要来道场要自我肯定？因为咱成员山，你若捌过成员山，咱成员山吼有一个牌楼，牌楼的后壁面写4字。选圣道场，因为咱这就是要选圣人、选贤人、选佛菩萨的一个场所啦。哦，如果咱若无来这间佛堂遮参见，咱要安怎有成就？所以呢，过去迄个花莲迄个正言法师呢。他曾经讲过这句话，讲咱人呢爱做圣人啊。咱人的目标、方向、志向爱做清楚。咱就是要做圣人，咱就是要做圣人，不要做圣人。啊，这个圣人敢好？这个圣人哦，拢用粪扫车车去的啦。因为安怎讲呢？因为咱兜迄个三顿啦，食无了的拢叫做圣仪嘛。咱兜的物件、厝的物件食袂了的，无法度食的，即摆粪扫车拢有咧回收嘛，拢倒互粪扫车车去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爱做圣人，毋通做村落来啦。村落来人啊，足艰苦啦。所以师尊老大人较甲咱讲，人世间呢，啥物袂上艰苦？生老病死还阁无艰苦呢？咱有去想着无？有当时啊，讲生老病死吼，人生啊，经过这生老病死足艰苦的。但是咱外父师尊甲咱讲，人生的痛苦呢，无啥艰苦，啥物上艰苦？对了，六道轮回上艰苦。当你伫这人世间的话，咱若无小心去墮落了六道轮回，更加艰苦。六道轮回就是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餓鬼道、地獄道、畜生道。这六道轮回，为什么讲对了六道轮回上艰苦？因为你唔知影，你定是要来出世做人。如果咱若讲感觉人做人足不乖的时阵哦，你甲想你讲哦，我后世人我一定有哪要来做人，敢是咱要做决定的？哦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若去对着六道轮回，唔知影人跳起来的话就对啦，迄上艰苦，迄真正上艰苦。所以呢，老师的目屎就是讲，因为咱拢唔知人甲醒，因为咱拢困过头去啊，困伤晏去啊，咱无
心。哦，咱就是讲哦，我今仔日日头起来，暗时日头落山，24点钟就是安尼过。其实有当时咱若去甲体会讲哦，我一天24点钟是安怎咧过？你有去甲思考讲，你今仔日24点钟拢安怎咧过无？这是个人的功课啦，这个人的功课，学校也袂当去讲着咱大家需要的所在，只是学校会当来讲，咱有去思考讲，一日24点钟，咱拢安怎咧拍算？有的人8点钟咧困，有的人8点钟咧工作，剩咧8点钟咧，有的人伊就来做义工。有的人伊就无用伊的工课，足济啦。但是要成就的，就是啥？伊甘愿欢喜花费伊的时间来利益着众生，来救度着众生，迄确是真正有利益的。若无的话，咱会去甲体会呢。过去的圣人佛菩萨，共款一日24点钟啦，因无一日48点钟的啦，对不对？因若讲有一日48点钟，若安尼因成就佛菩萨，咱就感觉较自我安慰。因能给我一段时间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咱会当去甲体会讲，过去的圣人前佛，因的时间嘛无比咱较济啊。上天是公平的啊，每一个人一日拢24点钟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成就就无共款？用心无共款，成就就无共款啦。心态无共款，成就嘛无共款啦。态度无共款，成就嘛无共款，这是一定的。所以呢，咱会当去感受着讲，老师就是因为咱袂晓修，毋知人修，所以伊较遐伤心。因为咱大家都是佛菩萨来转世，咱佛菩萨伊要来转世，伊嘛有一个目标。伊嘛有一个志向，就是因为咱的目标、咱的志向拢去互偏去啊，所以爱来佛堂小可变，小可甲超好较正确的啦。若安尼，咱要转去西方这条路呢，较好行。若无的话，咱人生在世，你感觉讲？你人生的得失是啥物？得失是什么？有当时咱会讲，咱把咱的得失心看很重。到底得失心，得是啥物？失去是啥物？得失的心就是讲，你今仔日有得到啥物？你凡说失去着啥物？你有失去啥物？凡说你就会得到啥物？就亲像讲，互我感觉讲，今日在座的诸位前言拢是上界有智慧的啊。因为今仔日是礼拜，今仔日是礼拜，有的人伊就悄悄的要来对遐风景古镜头。要来对遐看看的，但是一个上一个上有智慧的人，伊是安怎做？伊甘愿欢喜的花费伊的时间来佛堂参大家做伙。来研究一寡对咱人生有帮助、对咱的生命的提升更加有意义的代志啦。
啊，这就是上有智慧啊！啊，今仔日你看开一步，你得到了心灵上的充实。我感觉讲哦，来佛堂其实就是咧，互咱充电，互咱洗去着心中的污垢。若无呢，咱伫即个外口世界，咱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有当时啊，拢会去黏了。哦，所以咱今仔日是上智慧的一群人。哦，那么属的心，因为你才有智慧的智慧，就亲像咱今仔日有班，咱会当来共同来扶持，互即个道场会当搁更加庄严。迄就是咱老师上解爱的，迄就是咱老师上解欢喜的，因为就是有咱，所以咱的道场较会庄严，较会辉煌。如果若无有咱逐个，咱即边咱的道场伊就袂显出伊的庄严啊嘛。哦，所以呢，师伊的心拢是微微啊笑。我即个戆土地。礼拜时啊，有班搁知影人来听法会，安尼好无好？安尼好无？好。哦，所以老师感受着咱的心意，伊迄个甜蜜的滋味呢，伫个心肝头慢慢地来酝酿。哦，所以呢，伊甲讲，事的情为众生，甘愿吃苦，心自悲。哦，老师伊个。大要求拢是为着众生，拢是为着众生，听每一个兄弟姊妹呢，无爱回头倒转来。哦，所以老师伊甘愿吃苦，伊吃偌济苦拢无要紧，伊担咱偌济业都无要紧。咱袂去感受着啦。其实嘛，有当时啊吼，如果吼。若要感受，若感受较深的就是讲，有当时啊，咱的主女，咱的主女啦吼，若伫外口做事业失败，犯了一身负债，咱做爸仔母的心会艰苦袂？大对会啊！啊，我即个囝啊，常常去外口做生意，啊，做了无好，失败，犯了一身负债，迄老爸老母敢爱替囝去？家教啦，毋是讲有当时啊，人口的是全部拢迄落个啦。若有法度的，就是家教嘛。家教甲斗行啊，后摆咧，后摆会当去翻身啊，会当去拍拼起来啊。这是做爸仔母上不管爸仔母食偌济苦。哦，不管爸仔母食偌济苦，迄个心拢是慈悲的啦，毋甘着迄个囝伫外口遐咧走撞啦，所以若有村哦，拢加减啊会较斗援助嘛。啊，迄就是爸仔母慈悲的心嘛。啊，咱老师嘛是共款的，哦，咱老师嘛是共款，伊不管食偌济苦，只要你道义呢，若有。啥物代志，伊拢会当甲咱帮忙，伊拢会当甲咱帮忙。所以咧话，道一心施教互你。咱做人的徒弟，一生当中，拢有老师咧甲咱照顾，照顾毋知影你，用心照顾你。哦，伊是足用心咧甲咱照顾咧，但是有当时啊吼，咱拢有听一首歌叫做啥？真心换绝情啊！哦，迄老师拢用真心咧甲咱照顾，但是呢，咱做人的徒弟呢，拢无要回头。老师讲伊的，讲伊的，咱做咱的，咱听咱的，真正敢有要回头？哦，所以呢，因为就是咱幼稚嘛，咱无知嘛。为什么咱幼稚，咱无知？因为咱袂去体会着讲，
过偌个时阵，伊的心声。咱若袂去体会着讲，我着有修啊安尼，无修啊安尼，我来运动也袂较好掠，身体嘛袂较健康。其实咱淡薄仔讲师有咧讲，其实道场呢，毋是要互咱求健康、求平安的。其实若要有体会着讲，咱会当等于西方叫做世界，要会当互咱真正超生了事，就是爱修道。若无的话，咱一生当中拢认为讲修道迄是老人的代志，参我一点仔拢无无关系。我即马的目标就是认真打拼，我的目标就是100万、500万、500万有啊，目标要定1000万，永远都无持续的一天，永远都无有满足的一天。所以咱总有理总有理，咱嘛毋知影。咱会就是讲，我这是正常的，因为社会人就是为家庭、为事业咧打拼啊。咱嘛是共款啊，但是咱经验参人无共款的，咱才去体会着讲，咱是济公老师的徒儿，咱的目标、咱的方向。咱一定要做清楚。今仔日我好无容易，即世来做人，你感觉做人好无？好无？其实人好啊，唔好啦，因为做人足艰苦嘛。其实好就是有一点，过一点，会当照价收钱，干人。你敢有去看过佛菩萨是？毋是人收起来，无嘛？佛菩萨伊是爱经过人，伊来收，收到圆满啊，伊才做佛菩萨嘛。所以要做佛菩萨，伊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爱做人，第二个条件就是你爱求着道。偏偏做人足侪款人嘛，人讲一样米饲百样人嘛。同款遐一个人，但是你若无来求道，嘛袂当超生了事啊。咱莫讲要成佛菩萨啊，因为迄个修毋知修偌久的嘛。但是唯有会当互咱超生死脱轮回嘛，这是上肯定的嘛。为安怎上肯定？因为咱迄个道亲人会讲去哦，讲会麻烦我讲我的国文主席，先摕迄个时间，就先去老菩萨规讲去，看要做啥物代志，咱就甲处理你。但是处理的过程当中，咱的护法就讲是讲，护法第一个件，就是讲老菩萨的手甲摊摊的，身躯甲摸摸的，会真正啷个呢？毋是好汉咧讲的咧，像咱迄个阿红哥，咱下营红金峰、红哥老菩萨，伊要等伊的时阵，下晡1点的时阵就对啦。因迄时代外口离开面拢毋敢入来，但是伊叫国文主席，你看甲阮阿哥的脚铺起看卖啊，铺起嘛是软倒倒。因较要相信呢。讲真正咧有求道，参无求道，伊的差别就是差伫遮啦。这毋是互我讲的，这是用事实来证明。因咱足侪老菩萨拢规空啊嘛，因的身躯，咱若有迄印证，咱就是去加迄个无起来嘛。因为咱老菩萨规空，迄是算一个解脱若要来讲是一种真欢喜的代志，因为伊已经成道啊嘛。因为这个人世间，人咧讲，迄个咱观世菩萨甲咱讲，已经脱离着这个苦海，登上了西方迄个彼岸，安尼有欢喜无？
世间咧求就是求啥？求这尔嘛。你搁要求你求好了，求老我厝加几啊间，园加几啊地，车加几啊台，迄咱敢早会转去？一台你就早袂倒转去啊！一块厝你也袂早袂倒转去。唯有啥？唯有就是修道，修道咱才会甲参咱做伙嘛。所以咧，老师一心拢要甲咱照顾，咱拢无照顾，知？所以一生的好相片呢，互人袂当回忆。第二段，一生照顾你，希望原谅为师所为。一生照顾你，希望原谅为师所为。照顾你，照顾你，等甲你徛会起。一句关心你，照真我照出嘴。许愿意，许愿意，一生互阮来照顾你。半山过岭，许愿意。其实当然有当时一生当中，每一个人的遭遇，每一个人的环境，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拢无共款。但是，毋是老师无要保庇你，是咱爱想到转来，迄嘛是一款甲咱考验。人家讲的迄个义不足不成器嘛。人生当中，你若一来拢足顺的就对啦。你敢有想要来修道？可能有的人就较少啦。因为伊若一生当中拢足平顺伊会感谢我一生当中足平顺，伊袂去想着讲，这拢是我家己所作所为的。其实咱嘛是爱感谢着顶世人有前来的福报，你这世人才会遮平顺嘛。如果咱这世人若无平顺的，咱嘛爱感谢咱顶世人做无好嘛。这世人才会遮尔无平顺嘛。所以老师毋是无慈悲，毋是要无爱甲咱帮助。只是每一个人的环境无共款，伊所承受的三世因果嘛无共款嘛，所以每一个人拢袂当共款。但是有一点共款，就是你过去迄个，咱讲师有咧讲，我感觉伊讲即句话真正袂歹。伊讲咱即世啦。你家己做男女主角啦，是你顶世人家己写剧本，摕来这世人咧搬啦，安尼有谱无？咱若回想这世人你要做查甫的，要做查某的，要面对一个家庭生活，是你顶世人个写好的剧本啊。摕来这世人做男女主角家己搬啦，安尼你有满意无？有的人无满意，有的人嘛真满意。为什么安尼讲？有的人伊家庭足好好的有的人家庭就无解和谐嘛。但是咱拢毋通去怨叹着别人，爱感谢着家己。因为就是我前世人有写好的剧本，这世人我才会当来求道。咱拢无去想着这点。咱今仔日会当来求道、修道、学道，嘛咱就是三世所种来的福报。这世呢，咱较有迄个机缘，通好来求道啊。所以过去呢，有一首诗伊安尼讲。